湾在美丽之中流淌的善溪吗？它摇着山影、云影、树影、花影，缠绕在如画月香。还记得那水上飘着的竹排吗？是谁撑着乡间民谣、江南小曲一路唱来？它总在歌中行。记得8只道筒翻过来，8块门板搭个台。我们第一次把落地唱书唱成了戏文。那支灵鹅调很好听，那就是我们的缘呐。越剧缘在乡间，根在民间。还记得那一群穿着灯笼裤的小姑娘吗？清纯的如同刚探出水的星河。从施家坳，从嵊州城，从上海滩，从杭州湾，从十姐妹，从小百花，我们都能照见她们成长的身影。100年的越剧，100年的恩怨，100年的痴情，100年的爱恋，100年的深悲和狂欢。起承转合，跌宕起伏，走到你的眼前。金秋10月，收获的季节，中国越剧艺术节在今天拉开了帷幕。今晚，越剧梅花奖的得主组成今天的演出阵容，可以说是名家名段，流派纷呈，尽显100年经典。首先，请您欣赏越剧《春香传》中那段经典的爱歌。由王派传人陈小红、徐派传人张小军为您演唱，在如画的春色中，他们踏歌而来。
说不定个8年之痒。8年之痒？是啊，8年之后，你我2人都变着，一边那男爱中女万事中，我便在来当中啊，当一根当叮，当2根叮叮咚，谁家这当是当根钟？谁知道你我中女两相同，四季当中四季听啊，四季当中四季冬，沉香当当叮，朦胧叮叮咚，四叶cây沉香朦胧朦胧沉香心中。徐派的唱腔高亢挺拔，跌宕起伏，华丽多变；而王派的唱腔呢，则是刚柔并济，质朴委婉，韵味醇厚。他们的爱歌让人们爱了很久很久。接下来，尹派传人萧雅将把尹派的经典剧目《盘妻锁妻》《洞房悄悄》的那份细腻、深沉、委婉、质朴的爱带到我们的眼前。洞房之夜，天上地下烛光摇曳，
在这阵阵喜气中，主人公梁玉书难以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，在这委婉缠绵的音乐声中，他向娘子倾诉自己的心声。《舞女拜寿》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开团之作，也是已故著名剧作家顾惜东先生的代表作之一。当年一部《舞女拜寿》，让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女孩成为了红遍全国的越剧明星。1984年，这部戏被拍成了电影，在全国播映，更是引起了大范围的轰动。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派老生董科第为大家演唱《舞女拜寿》中的经典唱段《哭别》，掌声有请。来。
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出越剧的经典剧目，尤其是金派的三盖一堪称是经典。三次盖一，主人公不同的心理变化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很多的戏迷朋友都能跟着唱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金派传人谢群英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。
离呀苦。那婆婆拉她上来，她总知道我们夫妻从此空梦，谁知她怒气冲冲，何时说她是薄礼薄菜白布，薄命不怕谁为呀穷，可怜我与满腹的委屈相随诉，枉费了婆婆一片心，看起来竟是夫妻难耳听得叫泪当三更，夜一声那声一人，见那冤家他身上的衣衫都单薄，他今夜岂非要谁要是他随了风成了平叫秀英是安心。越剧呢，素来以文戏见长，女子越剧里面能演武戏的更是少之又少。但是能文能武的绍兴小百花豫剧团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陆文龙，他载歌载舞，英姿勃发，气宇轩昂。接下来，我们有请范派传人吴凤花为您带来越剧舞台上少见的武生戏，请欣赏。
王将军为我屯兵苍军营，派进伏击解救他。李先生恰是花流马，好传正气放光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越剧的名段《白蛇传》中的西湖山水。白娘子水漫金山归来，又见断桥悲从中来，如泣如诉。金派黄美菊的演绎，别有一番风韵在其中。
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的骨子老戏，在缤纷的落英中，两地相思，爱的表白，那份忧伤的美扑面而来。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范派传人张瑞红、傅派传人陈飞合作为您演出的那段百听不厌、荡气回肠的《十相思》。叶妹，我为你一路上奔到里，想你，那人。
两兄，今生别后你何时来？回家病好来看你，只怕我短命要上不能来。堂上我有唱我多，就在那吴家根上立文碑，立文碑啊，立文碑，两兄你红孩儿子开两回，那红的开场我祝英台，那黑的开场你俩啊三杯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能配，两兄啊，我虽死也要与你同文一对情侣慷慨就义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宣布结婚，举行刑场婚礼。此情此景，悲壮激烈，撼天动地。接下来，请欣赏越剧现代戏《刑场上的婚礼》选段。扮演陈铁军的是王派传人舒锦霞，为他配戏扮演周文君的是范派小生张伟忠，请欣赏。我们两苦
越剧开篇《婚姻曲》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主、追求婚姻自由的喜悦心情和欢乐场面，这也是越剧七派艺术的经典唱段。
接下来，我们有请七派传人王航娟为大家演唱那段脍炙人口的《红太阳当空照》，请欣赏。从来男子地位高，三妻四妾进官堂，东呀西更苦恼，做女做马苦操劳，小寡妇离市场，公婆埋怨人迹乡，悠悠悠悠把青春无啊，一生迎佛端，送掉。红太阳当空照，五星红旗迎风飘，敲锣当鼓列天响，扬波列响齐欢笑，欢迎发育宝藏，赐予平等乐逍遥，千年枷锁已荡开，封建立教四啊三道啊。原派唱腔韵味醇厚，朴实无华。那悠扬动听的旋律中，传递着典雅和大气的意境。是啊，原派经典《西厢记》中琴心一曲就是原派的名段。下面我们有请陶琪为大家带来这段隽永纯美、回味无穷的演唱。月光如水，一炷清香，一墙之隔。张生和莺莺用琴声传递着心声。感怀一曲断肠叶，知音千古此心同，尽在不言中。
那繁华宫殿一命中。向东，恰月来，西厢的人儿李思彤，他不足提起到江八丈。感伤我离空，他不曾高望把风雨弄，他恰是儿女的小场中。他是一穷恨非穷，独自为家乐日梦谁自用？他却为中无一同，分明是把老飞燕过西东。关瓦一穷，断肠叶，只因见过思心动，心在不言中。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就发生在浙江的绍兴，而绍兴呢，也是著名徐派小生钱惠丽的故乡。他将大夫范蠡那一腔爱国的热情演唱得淋漓尽致，感人肺腑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徐派传人钱惠丽为您带来的《西施与范蠡》中的经典唱段，只为郭破家难守。
文官武将，剑走剑下去，将军到底我调整，身宽长，堂堂君子当马为马长奔，是真颜面见宝绿这张张浅浅的词语颂，刻骨铭心，铭心刻骨。怎能虚？不上招人情，不难当真人。心不虚自居，口中才见头。为国虽是你要走，一路好走一路远。为国百里，我要问吕须吕汉，奋发图强，从巴山河须，心思只为让西侧从中人天大地委屈，都要咽下。咽下打金枝是越剧的经典剧目之一，其中公主出场的那段唱，既能够体现出吕派华丽清新、委婉灵巧的演唱特点，同时又能够把公主的那份高贵骄傲的性格刻画出来。下面我们一起欣赏吕派花旦陈辉玲的演唱。
踪迹，青天龙泉望心意。当今王苍是我父，我本是金枝玉叶驸马亲。今日是汾阳王孙诞亲，那驸马再三叫我拜寿去他里，我本想国父去拜寿，谁是两军拜臣，父子《沙漠王子》是越剧尹派艺术的代表剧目。当年，越剧大师尹桂芳把这个来自西域的故事搬上了越剧舞台，既唱响了一曲王子和公主童话般的恋情，又展示了越剧对不同风格、不同题材的包容性和表现力。接下来，请欣赏尹派传人赵志刚为大家带来的《沙漠王子》中那段经典的算命。虽不尽儿心悲催，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，对面坐上是我心爱人，可待我对梦不能看眼娇生好小姐，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，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，西沙皇宫好
子弟，父母钟爱子珍宝，算过牛背做表亲，牛背上沙漠王子是故事，千载万世永不移。真王日子东怀梦，谁知平平风不起，爱那半边找不赢，一家归从各分离。是娘忠心是王子，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去，光阴流水用一股一季，过去又一季，王子战争到17岁，尘黑飘昂谁看里？父义之中女公子，公子的芳名叫意里。绕绿堤，拂柳丝，穿过花径。听何处哀怨笛，风颂声声。越剧《红楼梦》是全国的戏曲爱好者所熟知和喜爱的一部经典作品。天上掉下的那位林妹妹，您一定记忆犹新。接下来就有请王派传人单养平为我们带来王派名段《红楼梦》葬花。
绍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古城，在众多文化古迹中，很多人非常喜欢沈园，因为这里有一首千古绝唱《钗头凤》，这里还有一段流传千载的凄婉的爱情故事。越剧《陆游与唐婉》是一出新编的经典剧目，曾经荣获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10大精品剧目。下面就有请2度梅的获得者尹派小生毛微涛为我们带来其中的核心唱段《浪迹天涯》。当日迎
佛走去分外美，可愿转此远飞开。曾在望灯居，往日誓言不可再。为什么红楼一笔碰三元？为什么从托今世心不稳？为什么青天难不乱金色？为什么寒风吹着心中美？山盟海誓犹在海，生离死别空悲哀，深愿天妒负心泪，看望地落絮转移中伤怀。今夜我们相约在越剧的故乡握手。今夜我们的越剧过节了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。姹紫嫣红里，看越剧百年，灿烂百年，辉煌百年。
越剧百年，红梅争艳，百年越剧文华灿烂。让我们走进越剧的节日，让我们走进这姹紫嫣红的夜晚，与美好携手，让和谐伴随永远。晚会到此结束，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祝大家晚安，再见。再见。